你的愿，全心颂赞，献上美景，是最顺的果子。在你里面，你无话语，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天地天中一日胜过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你人旁的欢呼声永不息。再来一次啊！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喺神嘅聖所讚美他，在他有能力嘅重撐讚美他，有氣息嘅要讚美我哋嘅神，我哋係有氣息嘅。全心讚美，記住你的願，全心頌讚，獻上愛心，是最順的果子。在你裏面，你無話語，喜樂滿溢，常常感謝，不住禱告，盼望在於你。我要全心讚美，跳舞頌揚你名。在明天中，誰能勝過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讚美，讚美還要讚美不停。人旁的歡呼聲永不息。我要全心讚美，跳舞頌揚你名。在你眼中，一日勝過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讚美，讚美還要讚美不停。你人旁的歡呼聲永不息。你要讚美耶和華，因他本為大，他的慈愛永遠長存。耶和華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的詩歌，我們要讚美他。哦，在他顯能力的重唱讚美他，哈利路亞。係嘅，我哋要繼續嚟住唱，讓呢個讚美嘅飛揚，讓我哋嘅心向神嚟嘅敞開，讓讚美飛揚，哈利路亞。係㗎，準備我哋嘅心喺個時刻，我哋要嚟到敬拜讚美神，喺個美好嘅時刻。美麗的時刻，我們相聚在一起，神的愛擁抱着我們，神的靈充滿着地，當真切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園，基督教舞揚聲歡呼，凡有氣息都要讚美他，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舞，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讓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符在空中飛舞，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在這裡的時刻，我們相聚在一起。
敬拜，要赞美你。你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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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的声音要四处响起。上帝你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亞，我的心要這樣敞開。我哋嘅心向神嚟敞開，我哋嚟敬拜讚美佢之中，將詩讚美佢，將感恩讚美佢。哈利路亞。讓我們的心向神敞開。係㗎，敞開我哋嘅心，我哋開聲嚟到讚美我哋嘅神。我哋開聲讚美佢，因為佢係配得我哋嘅讚美。在以穹蒼在他的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我哋開聲嚟讚美我哋嘅神。哈利路亞，我哋嘅心向你嚟到敞開。主啊，今天早晨，今天傍晚，我哋要感謝讚美你。因為你喺我哋嘅當中，你藉著呢隻詩歌，讓我哋記得，我哋要讚美你。喺你嘅聖所讚美你，喺你顯能力嘅穹蒼讚美你。主啊，你嘅作為我哋要讚美你，你極大嘅大德讚美你，你嘅慈愛讚美你。主啊，我哋帶着感恩嘅心，向神嚟到感恩讚美你。哈利路亞，我們要全然嘅向你，俯伏喺你嘅神聖殿裏面。我哋開口向你讚美。哈利路亞，當讚美的旋律響起，當神你的恩膏要降臨在我們的當中。哈利路亞。我要忠誠，要永永遠遠稱謝你的我們的讚美。你的大能、大德、大慈愛，該受大讚美。我們要天天來稱頌你，永永遠遠來讚美你的名。哈利路亞！讚美你主，哈利路亞！是的，是讚美的旋律要響起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當中，我們的心要向你敞開。旋律響起，我的心全然向你，讓神靈的恩膏滿溢，我的靈不再封閉，讚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讚美的福如雪花飄逸，心中的亂流冉冉升起。我要向你讚美稱謝，永永遠讚美，永永遠遠讚美不停，永永遠遠稱謝不已。我要心來向你獻上自己，一生一世獻上自己，一生一世腳步不離。讚美的旋律響起，聖靈的恩膏旋律響起，我的心全然向你。當聖靈恩膏神靈的恩膏滿溢，我的靈不再封閉，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讚美的福如雪花飄逸，心中
神已是腳步裏。哈利路亞，係個主，我哋要感謝讚美你，用稱頌你，嚟讚美你，主啊，我哋一生一世腳步都不要離開你。你想我願我哋每一個人都常與主嚟到親近，藉着敬拜讚美嚟到你嘅施恩寶座前，讓今日嘅敬拜讚美上帝你都悅納。我哋感恩每一日上帝看顧保守着我哋感恩嘅祈禱，將一切嘅榮耀頌讚歸翻俾你。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嘅名。Amen。大家請坐。我哋要收今天晚上嘅奉獻。我哋先嚟作一個祈禱。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我哋仲有生命氣息，凡有生命氣息嘅都要嚟到讚美你。主啊，我哋嘅奉獻都係一種嘅對神嘅敬拜，對神嘅敬拜。主啊，我哋嘅奉獻今日交在你手中，祝福奉獻嘅弟兄姊妹能夠呢啲嘅金錢能夠用在你嘅聖工上，多多嘅施出，能夠祝福更多嘅人。多謝主耶穌，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嘅名。Amen。OK， 今日咧我哋好開心有蕭牧師 ，OK， 呢個今日呢個係嗰日你嘅復活節㗎嗰日又做咗幾場嘅佈道會啊，感謝主，今日喺我哋當中吹幾首嘅詩歌，或者係其他嘅歌，讓佢自己嚟發揮。我哋歡迎蕭牧師。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見喎，好多弟兄姊妹就話：哎呀，牧師好耐冇見你真係好耐冇見咩？4個月，2個月啦，好似好耐咯。我係第一次見。我哋中文講咩？我係第一次見。你係第一次啦我哋有好多我粉絲㗎 fans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2個月咧就真係好多個秋呢2個月當中發生得好多事啦。牧師感謝神嘅安排啦，去到台灣攞住啲咁大支嘅薩克斯風去服侍咗2個星期吹咗10場咩團契都有兒童樂齡老人院教會團契都有啦吹到嘴都爆10場。當天氣又乾啲到最後一日真係流血㗎咁樣都有好多嘅經歷有機會就同你分享好嗎？好。然後2個星期咧，我就喺呢個上2個星期就去紐西蘭我全家去出席我個侄女嘅個婚禮啦我個細佬佢全家移民到Auckland佢哋我侄女就結婚，我哋就參加佢哋嘅婚禮，完全係鬼佬式㗎毫無嘅，食嗰啲牛扒嗰啲一句落一刀落去有血㗎，哎呀啲血係好緊要㗎但係就慢慢適應咗啦適應咗啦，不過到最後翻嚟咧，仲係要食咩我哋嘅咖喱麵係啦即個喺我哋嘅人生當中真係難得。我每次嚟都記得我呢排嗰啲粉絲好似唔見咗喂延樂去邊度延樂延樂大兄仲有坐前面讀經㗎嘛係今次冇嚟係嘛？好驚有啲內幕去咁樣㗎，你唔好亂咁講有啲咁樣咁樣去喺嗰度唔出奇啦。人生係移民，好喺度移民，仲起啲人生70係咪？幾精神好精神人生係70強壯到80我啲粉絲全部過80嗰啲係咪？
所以係好自然嘅，好自然嘅。嗱，今日咧就接住呢個復活節啦，師母講辦咗好多場係咪？感謝神，復活節係好好嘅機會可以開佈道會嘅。點講咧？呢同我哋華人嗰個清明好接近係咪？所以咧，我哋把握呢個機會。咁樣今日我哋嘅黃牧師亦同你講下呢個復活嘅真正嘅呢個意思嚇。咁樣開始咧，牧師會吹幾首歌俾大家嚇，同時講下呢個復活節嚇。最重要係咩？清明嗰個咩？我哋講個清明係咩日子咧？清明係我哋紀念我哋嘅祖先佢哋嘅飲水咩歲月嘛，係好嘅。我覺得能夠有機會啊，我哋華人留一個節日啊，俾我哋嘅子子孫孫紀念我哋嘅阿公啊、阿爺啊，係咪？唔好講佢迷信啦，其實係好嘅，係好嘅。但係咧，你一停留喺呢個清明咧，咁就冇盼望。所以今日咧，牧師又吹幾首歌同呢個有關嚇。第一首歌就係老人院嘅招牌歌阿丁啊嘅咩歌？有住過老人院嘅安老院嘅舉手下先。哎呀 ，OK， 或者仲住緊啊？冇啊？好在冇住啊，再住落去唔好搞啊！有咗，有啊？有嚇？有咗，哦，有了，有咗，自由咗嗬，真係㗎！我你嘅感受好，應該好深㗎。你聽呢首歌，痴痴跌跌，呢個係老人院嘅招牌歌。識唱嗎？唔係個，都要意。
好聽嘛？ OK， 我哋俾掌聲係俾我哋嘅天父上帝啊！牧師唔係做明星啊，OK， 我係借助呢個音樂啊呢啲啊，帶出個天父嘅意思嚇，呢個救恩嚇。最尾呢個出嘅定嚇，好似呢個畫面咧，係老人院嘅招牌歌咧。啊，我哋嘅弟兄講啊，佢住個老人院啦，而家自由咗，你一定知道嗬，係咪啊？左等右等，你知老人院啊好幸福㗎。一起身咧就食早餐，食完早餐咧瞌下眼瞓，就食晏晝啦。食完晏餐咧，下晝咧又有茶點嘅喎，飲完茶又攰咗少少，又瞌下眼瞓，瞓下晏覺。慢慢咧，到晚餐啦。晚餐食飽咗咧，咁樣就點樣？天黑咗啦，咁樣咧又等瞓覺，瞓覺咧又等起身。等起身之後咧，又食早餐，食完早餐咧又食晏餐嘅，晏餐又食呢個晚餐，好似個車輪咁轉嘅啫，晏啲啊，一路咁轉到一日點樣咧？轉到打一百隻，你知咩意思？打一百隻啊？咁樣啦，就翻上去啦。咁嘅人生有冇意義啊？好冇意義㗎。牧師咧，我音樂啊，實際周時去好多老人院探訪啊，孤兒院啊，嗰啲殘障嘅兒童都有啦，好多老人院咧就睇到咁嘅問題，但係好空虛，同時咧嗰種焦慮啊、等待啊，我見到個老人家開始見到我，佢好似冇咩睬我咁，哎呀，好啊，為你祈禱啊，唔係，咩事啊？唔係，祝福啊，唔可以祝福啊！第二次再見佢啊，就好啲啫喎，呢個點啊嘛？問下咁，佢講咗佢係東馬嚟嘅，仔女嚟呢度做工啊，屋企冇人照顧嘛，咪送去老人院咯。佢已經中風半邊，冇咩喐得㗎啦，住喺床度啦，分住床嘅。我問佢仔女幾歲？見你一次啊，通常係1年1次啦。過年嘅時候過年啦啫喎，1年1次，所以係咪痴痴地等呢？真係嗰啲日子唔知點樣過。後嚟咧，我就知道佢咧老人院食嗰啲伙食，你知啦，你點樣好啊？包心魚翅係呃人㗎啦，阿哥啊，你伙食好唔好啊？差唔多啦，日咁食好唔好啊？想唔想食啊？你炒粿條啊？想唔想食啊雲吞麵啊？想唔想食啊啲切肉嘅叉燒包啊？調味蝦啊？後嚟嗰個晏啲嘅中意食叉燒包就，我每次咁，我嚟睇你啊，下次帶叉燒包俾你食，哇！佢眼就好似醒下咁喎，哇！一食完叉燒包，你講好多心事啦，係啦。開始唔愛嘅，最住佢食咗要感恩啊！係啊，不過有啲人咧祝福咗唔一定感恩嘅，人啊忘恩嘅動嗰啲啊，唔係人啊動物嗱，譬如咁，後嚟我同佢講牧師咧唔係每個月啊或者每次都睇到你嘅啫喎，叉燒包，我去盡量食得到，不如而家我叫耶穌陪住你啦，日都有耶穌陪你嘛，好唔好啊？好，佢要啊，我哋好啊，我帶佢。決定接受耶穌決定接受耶穌，所以呢首歌帶出人生嗰種嘅盼望係好空虛。如果你冇耶穌你就痴痴地等，你個大一有一路轉到大一泵積就上去個係咁嘅意思嘅啫。更加你住個老人院知道真係咁樣㗎，
係咁啊，人生係咁現實㗎。嗱，呢個係老人院嘅招牌歌。第二首歌咧都係招牌歌嗬 ，Dex。猜下咩招牌歌咧又？嚇？咩啊？總有一天等到你。總有一天等到你。係啦，之前個行業係老人院嘛，呢個總有一天等到你係咩行業咧？棺材鋪。唉，林和老打齋棺材鋪啊，等住你啊嘅。係一首總有一天等到你。
早有一天棺材鋪南和佬就好招牌歌，但我感謝神，點講呢？神嘅愛子耶穌基督，佢為我哋嘅罪釘起十字架，亦係咁樣盼望你哋咧離開天父個懷抱，擰轉面啊，背向住天父，唔認佢係做你個創造主，揾個石頭，揾個木頭，揾個咩，揾個哲學，揾個宗教嚟拜，當佢係真神。天父上帝就係等着佢嘅兒女咩愛翻轉頭，係咪？嗱，能夠坐住呢度咧，就因為能夠擰轉面翻轉頭咗啦，係咪啊？所以我哋俾大家自己一個掌聲鼓勵一下。恭喜邊皮嘴啊！恭喜你翻轉頭咗，係翻轉頭啊！能夠咧認天父上帝做你個天上爸爸，係咪嘛？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嗰個祝福，所以呢首歌代表你嘅一個絕望死亡咧，就係棺材鋪呢個林和佬。但係咧今日我嘅題目講到出死入生係咩咧？一直都係神嘅兒子，總有一日等到你能夠翻轉頭。阿們嘛，呢首歌只有耶穌基督入邊咧，就成為一個盼望嚇。你睇下接落嚟嘅PowerPoint係點樣咧？我俾你睇幾個圖片啊。首先睇到呢個圖片，你睇到咩冇？有雪球啊，又有花係咪？花有雪啊，落雪有咩開花係咪？有田地。呢個就係一個我哋嘅世界係春夏秋冬係嘛？春夏秋冬。係啊，人生都係一個春夏秋冬換季喺度啊！接落嚟睇下 next 嗱，呢個咧喺我哋嘅春夏秋冬，我哋嘅中華個文化學當中分成一年有幾個月？12個月。佢12個月當中佢分成咧24個節氣，你知冇？做咩要分節氣咧？你知道咗我哋嘅祖先嗰啲阿爺阿公嘅地方咧係耕田比較多嘅，種即係啲農耕比較多嘅，就以呢個咧咁嘅農業社會咧就設計咗呢個24種嘅節氣啦。我哋過年嘅時候係咩咧？係立春啊！立春最容易記咧係咩？食湯圓嘅係咩日子啊？冬至啦，係啊！哇！冬至咗咧就變啦，就開始等過年啦。立春立春完咗之後咧，進入二卡嘅咩咧？就要做清明啦。啱我哋好特別嘅華人咧有清明，但係我哋喺基督信仰入邊咧有咩咧？復活節，佢兩個係好近嘅，要冇最多爭1-2個星期嘅啫。呢個就係一個好奇妙嚇。如果我哋嘅華人呢個24節氣當中，由冬至啊、過年啊呢啲咁嘅清明之後咧，佢一路咁樣又轉夏天啊、秋天啊，又冬天啊，又咁樣咧，人生就好似住老人院咁樣一路轉啦，轉到做咩？又打休泊車啦，冇盼望啊，係啊！但係我哋感謝神，喺我哋嘅清明當中，我哋插一個日子咧，就係一個基督信仰嗰個咧復活節啦。OK，你睇下人生係咪好似一個咁樣咧？一個沙鐘我哋一路咁樣流，我哋小朋友咧就悶，我哋咧就空噶啦。人生係咁樣，只冇得改變噶。再睇下呢個沙鐘，你睇下開始咧4隻腳、2隻腳，到最後有3隻腳對咧，又變翻4隻腳咯，係咪啊？啱㗎咁樣都喺當中有啲意外啊，3隻腳未到咧就行咗車啦，
啲係意外啦，但係個人生嘅規律係咁嘅。開始四隻腳嘅爬嘅，然後咧打定定嘅咩？打定定係學行啫喎，兩隻腳咯。到最後啦，壯年啦，慢慢晚年啦，又咩攞支獨骨撐下變三隻腳。到最後三隻腳都唔揾㗎啦，揾個咩 walking chair 係咪？四隻腳，係啊，到最後咧都係翻四隻腳，呢個就係人生結束。睇下 next 啊，呢個就係一個唱嗰首歌《總有一天等當你》嘅棺材佬同呢個林和佬啊個招牌歌。做咩要做呢個打齋咧？係因為咧要救嗰啲人咧，即係離世嘅人咧落咗地獄咪，要破咗佢，將佢一層一層一層。地獄有幾層不知道。係啦。祖宗有幾代？也不知道。 18代。係。做咩18層咧？唔係12層咧，或者16層？呢啲係一個傳說文化啦，我哋接受佢啦，所以呢個破地獄個獄佢有佢嘅積極嘅意思㗎。你阿爸啦，你阿公啊、阿爺啊死咗落地獄啦，咁能夠做乜嘢咧？係落咗地獄，我哋能夠將佢由18層你超度咗，超到最後咧就翻天堂嘅意思啫嘛。next 再睇下，呢家一種儀式我細嘅時候就有啦，而家啲簡化咗，放 CD 放帶咗，冇咗。以前佢哋細嘅時候，哇！嗰啲做嗰儀式燒個咩個鑊滾個油度，然後灑嗰啲銅錢落去，個手落去，將個銅錢攞出嚟啦。然後咧嗰度嗰啲火坑嗰排火咗個炭哇！仲着緊嘅啫，佢哋就咁唔係着鞋除鞋咁行字歌。幾精彩嘅啫喎！嗰啲咁嘅儀式，其中就係一個呢個破地獄嘅儀式啊。破地獄嘅儀式，你睇到咧係一個火盆，然後咧圍住咧嗰幾個碟每一個碟咧瓦㗎啦，就代表嗰個地獄啦。佢係破晒嗰個碟。next 呢啲係佢個背後嘅意思就係 next 睇下，因為破地獄咧係所有嘅超度儀式已經差唔多要做最後啦，即係最後將你嘅先人咧由18層嗰度咧一路破到咧就上咗去咧，咁最完美嘅結束咯，係咪？點樣破咧？佢攞住個桃花劍啫喎，然後個火盆嗰度擺住佢幾個碟，每一個碟就代表幾層地獄咁咯。佢啲姿勢好緊要到時啪咁托落去就爆又升咗啦。到第二輪咧，哇又托個咩咧？另外一個幾個碟咧就俾佢托爆千祈唔好擺錯碟啫，佢擺咗 plastic 就慘啦。點樣托唔爆，或者托到個鐵嘅就唔得啦。佢個成個破地獄咧，即係最後啦，因為好似呢個咩表演呢個跳舞咁The Last Dance， 跳完呢個咧，從今就天各一方，見面啦，係咪啊？呢啲係我哋嘅華人都知道講生離死別，沒再機會再見面㗎。你講任何一個華人死咗係咪要落地獄咧？個個知嘅，你唔使講佢知嘅。如果唔係咁樣，使乜攞咁多錢揾個道士林和老幫你做咁嘅儀式咧？係咪打齋念經將佢超度咧？個個都知道係有地獄嘅，你知冇？但係咧，佢個方法係用咁嘅方式將佢超度上嚟。next 講到呢個破地獄咧，呢個團契咧開始我saxophone
仲有一個 partner 嘅拉爺爺嘅嗰個陳雅倫牧師嚇。我哋開始嘅時候咧，去街頭啊、個別茶鋪啊咁樣就演出嗰啲啫喎。有一次過年啊，一路吹啊，你知過年派咩？派紅包啊嘛。哇！吹到嗰啲啊，個個塞紅包塞落呢個窿嗰度嚟喎，塞到冇聲出嘅，哇！都要吹猛啲係咪？咁嘅經歷又好。我諗住講有一日，我 partner 拉爺爺都輪到過嚟㗎啦。唔係佢唔得閒咧，我哋冇排到啦，或者到最後咧有嚟過冇？冇，都冇。但係當呢一刻喺咩地方咧？最是禮拜嘅地方，所以就係天隔一方，冇機會啦。Next， 我哋第一次表演咧就鬼仔行啊，自爽雞，我哋喺度打開我哋嘅蓋啊，就吹又拉咁啫喎。哇！嗰啲遊客啊咩掟錢落嚟啫喎。有美金冇？冇。佢哋好似走換咗馬幣咗。希望你有冇美金啊？有鬼佬，但係佢掉嘅係馬幣喎，佢換咗啦，係咪？所以我覺得萬一牧師做唔成嘅話，俾人炒魷魚嘅話，咁去嗰邊出嚟都有飯食啊，係咪？我哋咁樣嘅經歷啊，只係諗住講我哋一齊再嚟演出嘅嘛。尤其是呢個樂齡團體，你老人家你中意聽會冇啊？中意聽嘛，嘅有冇拉嗰啲？係啊，好有感情啊！結果 next， 所以有時呢個電影其實我哋講到人生係咩咧？好似坐車咁咯，係咪？上車落車上車落車，但係有啲人咧就提早咧就落咗車，係咪？先上車後上車嘅人唔一定你唔可以落車喎，有人提早落車㗎。但係邊個落車你知道冇？你自己都唔知啊，係嘛？人生就係咁啊嘛。所以咧，當呢個我哋離開呢個生離死別嘅時候，係咪好傷心啊？佢有一個笨燈係咩？你個眼淚唔好跌落嗰咩？唔好滴落嗰個棺材嗰度。你滴落咗佢啊，佢啊有。所以我哋華人嘅觀念，人死咗咧，其實唔係如燈滅㗎。佢話相信你個眼淚如果滴到個棺材，一滴到死者嘅話，佢冤魂咧唔了散㗎，唔了投胎㗎。係啦，佢懷念呢個世上個千祈。所以對你嚟講，如果冤魂不散啦，晚晚夜都打電話翻屋企或者開門啊、敲門啊，你驚唔驚咧？又係呢個問題，係嘛？我俾咗號碼中馬標就差唔多啦，係咪？呢個係一個傳統相信嘅，眼淚唔好滴落嘅嚇。表示講你滴咗落去，佢寫唔得嚟。我哋華人都好有嗰種咩啊？嗰種感情啊，對死亡都好有感情，係咪啊？所以我唔否認講呢個破地獄做呢個儀式係迷信啊咩？其實佢有佢個積極意思嚇，係安慰呢啲生嘅人啊，要你寫，唔好流眼淚滴到佢，寫前田，佢要投胎啦，佢進入另外一個人生嘅咩咧？去邊度階段？呢個係一個係咁樣嘅嚟睇嘅文化。Next， 但係最後你睇到地獄唔係人死咗正落咗地獄啫喎，反而有啲人活在地上啦，就好似活在地獄咁樣啊！生人都要破地獄啊！呢個人生嗰種嘅經歷。Next， 咁樣我知道，大家黃老師俾你睇幾段經文，係講到咩咧？原來我哋世人都係有罪嘅，係嘛？有罪證咩咧？就落地獄嘛。咁罪得赦免咧？唔使入地獄。
唔使入地獄咯，就咁簡單嘛。有罪借錢係咩？要還嘛。你冇借錢嘅咩？唔使還嘛，罪都係一樣嘛，係嘛？嗱，如果冇耶穌基督，我咪用呢個儀式嚟破佢咯，係咪？攞佢個碟咁樣嚟啊，咁樣破咯。問你啦，有冇把握咧？有冇把握咧？個桃木劍、桃花劍，確嗰個牙班咁樣又升幾級，有冇把握係真係升冇？冇人有把握可能做儀式嘅佢都唔清楚。Next， 感謝神，十字架係咩咧？耶穌最後一句話講咧，釘個十字架就為我哋罪，為我哋罪釘十字架咧。最後一句話離世之前佢講咩？成了。好犀利喎！英文點講啊I don't know.？You don't know 啊 ？Yes， 有個 no 啊。我唔識英文。英文 is finish is 係指呢件事成了，佢唔係講 I am finished， 我就咩咧結束生命咧咁樣大件事啦。佢冇講我is 就係講呢個罪咧成了啦。係咪咧？呢個叫做出死入生嘅把握啦。Next 再睇，所以十字架就係一個唔需要受審判嘅個記號嚟㗎。係咪咧？你認為講破地獄，你唔可以接受耶穌，你咪靠呢個流氓佬幫你曲下咁樣幾個碟，然後曲上天堂咯。曲唔爆咧？曲唔爆。但係慢慢繼續曲。中冰心你換錯 plastic 碟或者換到鐵嗰啲，冇換太厚㗎啦。好雞蛋殼嘅話撲啊爆！好雞蛋殼嘅話，我想攞錘仔自由選擇。今日擺住一邊啊，破地獄咁樣，十字架罪得赦免。你要選嗰個共咁樣破地獄嘅舉手靠流氓佬幫你確定。今日你要選擇靠耶穌基督十字架嘅救恩，舉手啊！你都有嘅好，大部分都估都有舉手啦嗬。有你舉咁係咩意思咧？爛啲嚕啊！好搞笑啊！行出去俾攞啲bom啊！我哋隊到最高嘅。再估一次，再舉一次，耶穌基督。OK， 哇！呢次高啲啦。OK， 耶穌基督。其實你嘅心，耶穌知道嘅，係咁樣同咁樣，係都知道嘅。所以得着呢個救恩就係唯有耶穌基督。咁聖經有冇咩經文嚟證明咧？咁我睇下黃牧師就同大家分享。分享之前咧有一首詩歌其實咧，因為十字架釘死咗之後為我哋罪，第三日咩咧？因他活咗。呢首歌因為神嘅兒子十字架釘咗，死裏復活，佢復活咗之後，我哋即刻盼望。如果講嘅人嗰個救主啊，個創救嗰個好多啲世界上嘅宗教，佢都死咗，都化咗灰塵，屍骸墓碑都冇啊！你相信佢要去救我哋冇？佢自身咩？黎素克、黎菩薩個自身但係我哋耶穌基督唔係喎。呢個圖片咧係好大嘅震撼係咩咧？
係因為當時嗰啲有門徒唔信你啫喎。第一次佢顯現嘅時候，結果第二次顯現嘅時候，佢叫嗰個多馬你攞個手指佢插嗰嗰個心臟度，佢要喺個窿度篤一下你啫喎，驚唔驚？馬上跪低講呢係嗰個神咧，我主啊，係嘛？嗱，呢個就係今日我哋所認識嘅耶穌基督，應怕何作？呢首歌完咗就交俾陳牧師為大家分享神話。这是城市城市，这一组。將時間交俾黃。大家平安。平安。呀，頭先牧師講嘅係用個圖片就係 po 啲一下。我又去睇，唔知呢個係大馬，即係今年講5年最暢銷好多人睇嘅戲嚇。就而家我又去睇，我係最尾嘅時候，我去嗰個CN只我一個人，出門冇人睇，因為最尾嚇。咁我又記得有一個話，如果南無佬係教人死嘅靈魂落18地攞上嚟，講永生堂咧係教活人，就是永生堂就是它是救活人哈，因為好多活嘅人睇到過
寫咗人知係點做，所以嗰個學養生態係講，我係救活人，意思講我安慰活咗嘅人，俾佢平安，俾佢安慰。有時睇死人嘅時候，最尾嗰時候點樣過下？但係對基督教咧，就我都係救死人，但係我哋成日睇到救咗十八啲，但係唔得見面。嗱，我哋基督教復活主俾我哋睇到係咩？我哋救活人同死人，同你講今世以後未來你都要見面，今世唔得見面，下次嚟緊有個時間要見面。所以今日我同你講復活主對我哋有冇意義？我用方面我哋喺個聖經入邊同我講唔多傳書下15章14，如果讀得講讀嘅情況，我哋一齊讀。如果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會枉然。明白個意思嗎？我哋同你講福音，同你講耶穌復活係好值得、好有意義、好有對我哋有盼望嘅。但係如果我讀書牧師同梁家明牧師，我哋好多人嚟同你哋講分享呢個見證。如果我哋傳嘅福音係耶穌冇復活，我哋係還難白白做工嘅，明白嗎？所以意思講，我哋同你講係真嘅事。如果我哋講嘅唔係真，你哋相信又係白白錯住呢度，你明白嗎？你人生做得唔算耶穌，你做得喺邊度尿尿？點解我哋叫你救你？點解我哋同你講福音，同你講好消息呢？因為呢個係真嘅事，所以我俾你哋睇到你，因為時間係好快。所以我哋思想復活對我哋有咩意義？頭先好多嘅幾首就係相信耶穌所以你哋要記住點解我哋基督徒好睇重呢個節目呢？睇過呢個歷史呢？係啊！而講我復活節，嗱，只有廣東話叫我只有咩嘢喺後邊？我沒有復活節，只有清明節。如果我真係有復活節，我哋就有清明。清明係咩？清明節冇講人要復活嘅，講係死紀念啫嘛。我有個新人，所以如果基督教講嘅冇復活節，我哋個個都係有清明節，明白冇？我哋死咗咩嘢都冇，係咪咁意思？但基督教我哋講冇，我哋相信復活節嘅，因為對我哋好大嘅意義。第二個，如果冇復活節呢，只有殘酷嘅世界嚇，廣東話點講？好殘忍嘅意思講，好似而家你哋講，你睇人跌到有時喺中國老人家你唔得幫氣喎。你幫咗氣，自己係講氣嚟，你係你撞氣咩？你嗰時冇料嘅嚇，所以好多你睇到老人家跌到咩嘢，你唔可以出手。所以呢個世界真係好，如果係做到咁樣好可憐嘅，知冇？好似而家馬來西亞好似冇，但係馬來西亞都有假車禍。我哋都係睇報紙，汽車禍，你撞幫氣，最尾係你撞到氣，所以。我哋同一個很殘忍嘅世界嘛，戰爭啦。而家美國同中國嗰個稅哥就係佢哋講美國好殘忍，開個稅而家中國嘅稅1300多買嘅嘢就係1蚊，中國起到美國抽稅係300幾蚊。所以講如果邊個攞中國貨？馬來西亞睇咁嘢，全嗰度俾佢捉到，又係罰款，又好貴嘅事，所以好多人一直鬧，但係邊個係對邊個係錯呢？我係相信美國係有氣嘅，因為美國我哋相信好多基督徒係相信耶穌。而家嘅嗰個總統係講
我哋係去翻聖經點樣講，呢個我相信。人講話準唔準呢？我想講最早係上帝，上帝如果愛去做，一定成嘅，一定做得嘅。我哋相信上帝，唔係相信人。所以如果人唔相信有復活節，講我哋講每個相信耶穌嘅基督徒做嘅事都係假嘅、呃嘅，所以你唔使驚。但係我哋講基督教，所相信耶穌係復活，所以呢個事係真實嘅。所以如果冇復活，呢個世界很冷啊，很殘忍，好似賣器官啊，有啲有錢人就做好多好多我哋睇到好可憐嘅事，沒有錢，只有利，只有好處，沒有辦法的。第三，若沒有復活節，只有死亡的未來，人生冇盼望的。所以復活節對我哋講係真係好重要。所以 next 感謝神，因為有復活節，我哋有咩咧？因為有復活節，我哋有咩？我哋有睇重點先。我們有一個大家庭教會，今日教會對我哋，因為你哋好多年係免費嘅。點解我哋唔係？因為信耶穌嘅神俾我哋係免費，所以好多人都攞免費。教會都係有神嘅祝福，好似呢個教會恩典堂嘅教會所留上住。所以我因為有耶穌嘅復活，基督徒相信我哋做嘅事，神愛我哋做嘅，唔要個鬆嘅係有意義、有目的嘅。所以我哋喺呢度係大家庭，你個個有唔同嘅皮膚、唔同嘅年齡、唔同嘅線，因為有耶穌愛，因為耶穌復活，我哋知道我哋一家人，因為我哋相信一個神。第二，因為有復活節，所以我們要溫暖嘅事情，所以嗰個世界入邊有愛。好多你睇到，因為你如果你自己要睇到啦，今日有免費餐，有奉獻，算唔算耶穌？因為有愛，佢哋覺得係做好事、做對嘅事，一定去做。呢愛邊度？因為神愛我哋，所以我哋要彼此相愛。所以我們會感到這個世界有溫暖，因為有復活節，有復活的主改變我們的生命，所以第三，因為有復活節，我哋有永生未來盼望的未來，我們要盼望未來。我哋知道呢個世界一下要過去，最長命嘅人都係80幾歲啦，但係聖經講70、80，所以90歲嘅人好少啊，80歲都冇。而家有好多人都後生就過去，但係我想講，因為有復活節，因為我哋相信耶穌，耶穌赦免我哋罪，所以我哋冇罪，我哋有呢個永生嘅盼望。耶穌講，因為我來帶給你盼望。同樣咩？世人都犯罪的虧欠着，因為神的愛，所以我們彼此神的愛就在，因為耶穌為我們死，所以我就能夠站起來。好多聖經嘅經文加埋我哋唔講，但係我哋相信我哋有盼望。有好多人見聖經同我哋講，最少有500多嘅人睇到耶穌真係復活，所以我哋聖經講嘅復活係真嘅事，因為聖經講的是對的，是真的，是事實的。今天我們信主的人就是也是活得見的人，所以因為我們相信有盼望，我們有未來。呢個世界就好黑，但係我哋知道有個光，有個光明，因為耶穌喺嗰度。耶穌係神，佢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我哋未來會發生什麼，因為耶穌係復活嘅神，佢係唔係死神，所以我哋有盼望。所以最尾應該你哋想歡喜過復活節冇？如果我哋係基督徒，你相信神復活罪，對我哋係一個提示、一個安慰、一個鼓勵、一個盼望。世界嘅事唔理你點樣過，冇相干，最重要你有耶穌喺你身，你去你路耶和華與你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呢個係我哋盼望。所以我們復活節對我們很有絕對的盼望。呢個世界就過咗冇相干，我哋一定翻去天家。這個什麼？
第三，我們要思考，我哋預備好愛見耶穌冇？有時我斷咗，我哋唔使經過死亡，但係我哋有耶穌。耶穌來了，我們在半空中見面，或者在死的時候，你預備好沒有？所以我覺得係真嘅事，所以我哋每一個相信耶穌嘅人，你一定愛預備你嘅心。所以呢個歌，我哋最縮結束，我哋嚟祈禱。你可以開音樂，小聲嚇。呢個歌俾我哋講，愛預備你自己，耶穌愛再嚟嘅。呢個係我哋歌後，我哋盼望，唔知幾時，今日、聽日、半夜，我哋都係預備，我哋我哋係等耶穌再嚟，盼望我哋呢個世界，我哋活咗嘅時候，耶穌嚟㗎。另外耶穌講，我望謝咩？你係唔係？你講係，就係你講，耶穌我已經預備。呢個我哋最重要喺呢個世界，我哋祈禱主耶穌，我哋感謝你，我哋讚美你，因為你係真神活神，係活個神，係俾我哋生命嘅。多謝耶穌你赦免我哋罪，多謝耶穌你俾我哋有盼望，知道喺呢個世界有日過去，但係我哋唔會過去，因為我哋有個盼望，我嘅神為了接我哋翻去天家最靚冇眼淚嘅地方。有平安有喜樂，多謝耶穌，呢個係我哋相信耶穌嘅人有復活節，所以我係相信耶穌你曉嘢你一日嚟見我哋，我們會被迎接的一天。主耶穌，我們感謝你們帶領，這是我們三位為做品事為做所出的，是的交通交在主手中，願慈悲天父上帝，願你的慈愛的眼光照耀我們，賜給我們平安。是給我們出路，都蒙主的保守，從今時直到永遠，阿們。所以阿們，所以我哋食嘅時候，你哋講翻，今日有一個特別聖誕復活節嘅時間俾你哋。OK， 感謝主。好，我哋今日會喺呢度，我哋會散會啦。但係咧，我就想你哋先排隊先。黃牧師陣間會俾每一個人一個嘅紅包啦，感謝主。先排隊要影相啊！好年啊！好年！要上鏡啊！好年啊！個個要上鏡啊！好年啊！我虽然打，但是我很领袖，我要是不上来，没有人让我活到了，我要知道。我虽然当我变
给那个住户还有人吗？楼上有人没有？上面只住3个人。可以报告。